头一遍的死亡经验，我有几若遍死无去的经验。第一遍是国小歇热，我参一队市区囡仔伫嘉南水圳的水窟仔耍水。迄个水窟是洒水用的，水窟诚做细细的游泳池，阮就伫遐学游水。教练是上大汉的迄个市区囡仔，算是阮的囡仔头王。伊已经真够游，所以会当教阮游。伊教人游水，干那一个撇步，就是叫阮脱光光，甲阮等落去水池啊。水池啊不止啊深，市区囡仔拢真在胆，小可拍喷一下就会晓游啊。当然是会晓游狗仔白，甲死囡仔体尔尔。然后就开始伫遐耍米小吹。迄个水闸下骹就是水墙，大圳就是靠水位的关键差，互水会当一直流去灌溉农田。有一遍，我无细字，惊互人掠着，煞亮一个上大力，摔落去水墙。水墙下骹是搁较深的水窟，水是活水，一直滚墙。我的身躯煞互水呛甲冰来冰去。听讲迄个水墙下骹进前捌摔死几来人，我毋知是安怎，竟然拢袂惊。真平静，互水墙甲我冰甲倒头栽。照讲，我应该食真济水，毋过无。洗来洗去，一段时间了后，迄个囡仔头总算抓着我的手，甲我救起来。我爬起来，敢若无代无志，衫裤穿咧，继续去饲牛。这是头一遍拄着死亡，所当时可能要伤幼稚，毋知通惊。法国散文家蒙田有一遍死无去的经验，伊回想迄遍经验，体会死亡并毋是咱所想象的安尼。咱拢感觉死亡真恐怖，使人惊吓。其实，经历死亡是一款幸福，无比的爽快。因经历迄遍死无去的经验了后，伊得到结论：面对死亡，并无需要惊。我是几若遍死无去，才得到同款的结论。